喜多川其中一個造型係利茲，雖然我好中意呢個造型啊，不過都出得太多啦話，已經係第5個啦，而且仲有2個係未出嘅。今日玩具開箱片嘅主角，當然又係我嘅最愛，戀上換裝娃娃嘅喜多川海夢啊！今最高に楽しい。大家好，又係我香口靠，今日要開箱嘅係 Speedy Tail 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1:6比例 figure， 佢係由泰東出產嘅，屬於 Speedy Tail 系列，價格為26,400 yen， 發售日期2025年嘅3月尾。上個月因為有其他開箱片要拍啦，所以就拖到而家先拍呢一個。佢個盒呢就高28cm， 闊25cm。採用咗成個透明膠盒嘅，裏面就放咗張紙皮作為背景。盒嘅正面就印咗產品嘅名啊，同埋作品嘅名。その奇跡人形は恋をする。左右兩面都印咗心心圖案。呢個盒嘅厚度就20.5cm 嘅。而放喺背面嘅紙皮呢，就印咗呢個產品嘅相。上次我開箱由 Poof 出產嘅海夢利茲 version， 因為品質差強人意而感到失望啦，所以今次呢，我會喺呢一條片度為兩個產品作出比較嘅。打開個盒睇下裏面有嘅嘢啦，裏面就有份組裝說明書，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嘅本體，同埋一塊可替換嘅臉。另外仲有一個圓形嘅床型底座，床型底座上面就有一啲凹凸接痕，呢個地方呢就已經可以作出比較啦。先唔睇呢個上面呢係有一啲小道具，接痕嘅細緻度，而且係油上咗陰影嘅，同 Poof 嗰張床放埋一齊，已經高下立見啦話。按照翻凹凸接痕嘅形狀，將喜多川海夢放上去就得噶啦。連埋個底座，呢個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1:6比例 figure 呢就大約高16cm 嘅，嗰張床型底座都幾佔空間噶，大約係17cm 乘17cm。上次開箱 Poof 嗰個嘅時候都介紹過啦，利茲係喜多川海夢其中一個 cosplay 造型啦，出自於劇中劇嘅漫畫作品。超暢銷高中生輕小說作家的我，每晚受到魔夜襲很困擾。超売れっ子高校生ラノベ作家の俺が毎晩サキュバスに迫られて困っています。今の全部タイトルですか？呢個造型就登場於動畫嘅第11集，當時喜多川同埋五條君呢喺佢酒店度進行緊攝影會啦。五條君就想影一張正面嘅利茲唱搖籃曲嘅相啦。呢個 figure 嘅造型呢，就係嗰張相嘅姿勢啦。嗰個時候嘅五條君呢，就影相影到一個忘我嘅境界，為咗影呢張相，佢甚至要求喜多川坐喺佢個肚上面。如果呢個 figure 呢將瞓喺床上面嘅五條君都做出嚟嘅話呢，佢就會變成神作啦。我哋近距離睇下喜多川海夢嘅面容啦，呢個表情實在太可愛、太美麗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喜多川呢個造型呢係利茲唱搖籃曲嘅姿勢。呢個場景無論係漫畫定係動畫都畫得好靚啊！呢個 figure 可以話係將呢個場景完美還原啊。因為利茲係魔唔係人類，瞳孔、耳朵同埋牙齒呢都係尖尖嘅，五官都上色得好認真啊，眼睛畫得好細緻嘅，嘴巴都做得好立體。面頰呢，除咗有微微咁泛紅呢，仲畫咗白色嘅反光點。雖然上次我都有讚 Poof 嗰個做得可愛，沒有比較，沒有傷害。邊個做得比較可愛，邊個做得比較立體？答案好明顯啊話。泰東呢，過往都出產過唔少景品嘅，佢哋景品嘅其中一個特色係角色嘅頭髮呢，採用咗半透明嘅膠嚟做嘅。Speedy Tail 系列作為泰東旗下嘅 figure 品牌，當然都繼承咗呢個特色啦。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嘅紅色頭髮都同樣採用咗半透明嘅膠嘅，唔同位置嘅透明度係有漸變嘅效果。正因為採用咗半透明嘅膠啦，上色方面呢就冇其他廠商嘅 figure 咁精細啊，但佢依然有為頭髮油上咗陰影，而且都刻畫咗頭頂嘅分界啊。喜多川用嚟綁雙馬尾嘅係一對惡魔嘅角啦，橡筋圈嘅部分做得好精緻，而角嘅部分呢都係採用咗半透明嘅膠。
越接近髮尾嘅位置，透明度就越高。喺呢個角度可以睇到髮尾部分呢係一層一層咁樣整出嚟嘅，做得好立體，好靚。上次都講過啦，喺原著裏面呢，背脊嘅衣領係五條軍特別設計成心形嘅，不過呢個 figure 嘅頭髮就將佢遮住咗，有啲可惜。我哋嚟睇下佢嘅惡魔翼啦，呢對惡魔翼呢係採用咗反光嘅顏料上色嘅，而且係冇上色出界嘅問題。比起上次 Poof 嗰個嘅翼呢，好太多啦話。每一節灰色翼膜都係微微咁樣彎曲嘅，就唔似 Poof 嗰個咁成塊都係平嘅。翻去正面睇下利茲嘅衫啦，件衫就做得好精緻，上色都好認真嘅。白色嘅部分就油上咗淡淡嘅粉紫色陰影啦，令到件衫顯得更加立體。比起 Poof 嗰個呢，衫上面嘅珍珠紐呢都刻畫得好明顯噶，而且都採用咗反光嘅顏料上色。另外衫嘅花邊呢都做得好精細嘅，當然都冇上色出界嘅問題啦，而且都冇 Poof 嗰個做得咁厚嘅。Poof 嗰個呢嘅比例係1:7，呢個係1:6，但係1:7呢就做得比較厚。衫袖嘅摺痕都做得相當自然嘅，相比起 Poof 嗰個摺痕嘅數量明顯係多好多嘅，立體感非常充足。雙手手指嘅做工呢就唔算話好精細嘅，不過整體上就冇乜大問題。黑色手指甲都係採用咗反光嘅顏料。利申翻先，我係以鑑賞嘅角度去觀賞呢個 figure 嘅。太東都有為喜多川嘅身體部分油上咗淡淡嘅粉紅色陰影，呈現出白裏透紅嘅效果。不過我覺得可以再紅潤多少少嘅。身體嘅線條同埋細節都做得幾認真嘅，就唔似 Poof 嗰個咁馬虎。肚臍係刻畫得明顯嘅。另外大腿內側嘅筋肉呢都有雕刻到出嚟，pat pat 上面嗰兩個腰窩同埋背溝都有雕刻到出嚟啦。果然係擁有好多景品生產經驗嘅太東，好理解女孩子嘅身體構造。同上衣一樣啦，條褲嘅摺痕都做得相當自然嘅，灰色嘅花邊都做得好精細。再嚟我哋睇下喜多川嘅玉足啦，雙腳嘅襪嘅做工都相當認真嘅，因為腳掌係微微屈曲嘅狀態啦。腳底上嘅摺痕呢，令到佢睇起嚟呢分成幾節咁嘅。另外襪上面嘅花邊都做得好精細。最後我哋睇下嗰條惡魔尾巴啦，成條尾巴呢都係採用咗反光嘅顏料，佢係做得比 Poof 嗰個幼嘅，1:7嘅 figure 竟然做得比1:6嘅粗。根據翻原著啦，尾巴末端呢係心形形狀嘅，不過呢個 figure 嘅尾巴嘅心形呢就唔係好明顯，呢個地方就有少少扣分啦。個人認為呢個 figure 最有誠意嘅地方就係佢藏形底座上面嘅小道具，佢幾乎重現咗嗰一集動畫所有出現過嘅物品啊！嗰兩本書分別係超暢銷高中生輕小說作家的我，每晚受到魔夜襲好困擾嘅漫畫啦，同埋第一次催眠術入門嘅書。兩本書都做得好精緻噶，書背上面呢係印咗標題名。五條軍希望拍攝漫畫裏面唔同嘅場景啦，所以就喺書裏面呢貼滿咗 label 紙嘅，佢連嗰啲 label 紙都重現出嚟。第一次催眠術入門呢係其中一個拍攝道具嚟嘅，如果佢將嗰個5英硬幣都做埋出嚟呢，就完美啦。另外粉紅色嗰個係化妝箱，我就比較貪心啦，我希望嗰個化妝箱係打開嘅，然後可以睇到裏面嘅化妝工具就最好啦。道具方面仲有眼罩、朱古力同埋能量飲品，每一款小道具呢都可以喺嗰一集動畫度揾到嘅。喜多川預設嘅臉呢係唱搖籃曲嘅表情啊，而可替換嘅臉呢就係露齒笑。順帶一提，因為利茲只係 cosplay 造型啊，喜多川嘅耳朵呢就唔係真係尖尖嘅。喺動畫裏面可以明確見到尖尖嘅假耳朵下面呢仲有喜多川原本嘅耳朵。上次 Poof 嗰個呢就將兩個耳朵融為一體啊，雖然今次呢個效果都唔係好明顯嘅，但係佢起碼有雕刻出兩個唔同嘅耳朵。組裝說明書係建議我呢喺換塊臉之前呢，先將喜多川個頭掹出嚟嘅，但係因為太難掹出嚟嘅關係啦，我就咁直接喺上面換算啦。呈彎月形嘅雙眼，再加上露齒笑，係喜多川嘅招牌笑容啊！雖然而家係 cosplay 成利茲嘅，配上呢個表情就好有喜多川嘅感覺。今日有關 Superior Tale
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1:6比例 figure 嘅開箱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總括而言啦，我對呢個 figure 咧係好滿意噶，佢完美咁還原咗漫畫同埋動畫當時嘅情景啊，做工非常精美，而且都好有誠意，嗰啲小道具幫佢加咗唔少分。不過我想喺度咧提出一個問題嘅，咁我唔知點形容啦。個人認為咧製作呢個 figure 所用嘅膠咧質感上面係有少少奇怪嘅，相比起其他製造廠啦，例如係 Good Smile Company 或者 Anypax Plus， 佢嘅膠嘅質感咧係存在一定嘅差異啊，重量就比想象中輕啦，有一啲啲接近競品嘅膠嘅。咁樣呢，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呢個 figure 嘅價格係偏高噶。當然啦，回望一下上次 Proof 嗰個利茲呢，今次泰東呢絕對係提供到2萬幾英應有嘅質素嘅。而家畫面右手邊嘅係 T-Most 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佢都係由泰東出產嘅，比例同樣都係1:6啦。泰東標榜 T-Most 系列呢係具有壓倒性存在感同品質嘅競品。以競品嚟講，佢嘅品質的確係非常高噶。本身我都想拍條開箱片攞佢同 Proof 嗰個利茲作比較嘅，最後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放棄咗啦。今次 Speedy Tailor 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呢，就係 T-Most 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嘅更高質版啦，主要係精細度同埋上色上面嘅進階，價格呢就相差10倍以上嘅。老實講啦，如果你唔係認真鑑賞嘅話呢，其實可能會覺得差別唔太大。如果只係一般 fans 呢，當然只會揀比較平嘅 T-Most 系列啦，就唔似我咁全都要，因為只要係喜多川我就會買。咁今個5月呢，其實仲有一個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呢即將到貨嘅，佢係由 Aluta 出產嘅。我出呢條片嗰陣呢，或者已經出咗貨啦。不過今次我應該唔會再拍開箱片啦，因為已經出得太多個喜多川海夢利茲 version 啦。當出其他唔同造型嘅喜多川我先至再拍啦。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嚟緊我會拍更多嘅玩具開箱片。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另外大家嘅 follow 我嘅 IG。我係香牛靠，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